好来，乡亲啊，清明要到咯，清明祭祖都要注意。先来看这个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到35件清明节的食品，有4件无合格。这个无合格的产品拢是豆干甲豆干丝，拢验出有双氧水，已经要求因袂使搁卖。另外咧，搁有一间业者，因为无法度来提供到确实的来源，罚款到3万块。烘盘顶的润饼看起来真好食。清明节除了陪忙祭祖，真侪人买买润饼，或者是家己买材料来包。台北市卫生局伫清明节进前做抽验，对上自超市到市场有批发业者35件内底，就有4件无合格，拢是润饼当中的豆干丝。不合格的项目都是它检出过氧化氢，是不符合我们食品添加物的一个使用范围规格及限量标准的部分。4间业者当中有1间无法度提供来源，卫生局要追踪嘛相对困难，业者违反时罚3万。卫生局嘛提醒，过氧化氢嘛就是人讲的双氧水，除了米粉和米粉的制成品，用温存用来杀菌，不过袂使留伫上尾的产品当中。如果在高剂量误食的话，它最主要产生的就是呼吸黏膜的一个不适哈，可能会有所谓的灼热感，那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气喘的发生。卫生局建议豆干制品是高水活性产品，要放伫7度以下。另外，过氧化氢会伫水当中扬起，买煮进前要先泡水洗过，才会食较健康。